那他们就开始要设立路灯，有钱嘛，有钱就要找地方花，那设立路灯，那个路灯一设下去，有很多路灯，很多3步5步就一盏路灯，很亮，路灯又很亮。后来在最近这10年以内我们再去金门，抬头看不到星河了，顶多看到很多星星这样子，但是那个带状的整片的星河已经看不到了。那我们前几年就是我们每年都有带，就是都有回金门。那回金门一方面是探亲嘛，那有一次我们就开着车，然后就把整个金门的小岛都绕遍，因为金门小岛其实小金门嘛，小金门其实蛮小的，绕一圈或绕的怎么样不会花太多时间，我们就绕找，想要找没有光害的地方，想说往山区。可是金门的山其实小金门的山其实也不高，顶多叫做丘陵吧。总而言之，怎么找就是找不到那个可以看到以前20年前那样子的一个光景。星星还在吗？啊，不在。我相信星星应该还在它原来的地方。太阳也还在嘛，它折射，照理讲，这些星星还是一样可以反射太阳的光。可是问题是因为我们的光害太严重，以至于我们看不到，以至于我们的人的有限，我们的肉眼没办法直接这样看。那如果用天文望远镜，那可能应该是看得到，它有些设备。可是直接用肉眼要看就很可惜，就看不到了。好，我们今天的经文呢是进入到约伯和他的朋友第2轮的对话。第1轮的对话已经结束了。第1轮的对话，我们发现，当约伯在诉苦的时候，他的朋友跟约伯讲的一些其实还算委婉，好，还算有礼貌，跟约伯说啊，劝他，你今天这样子一定是得罪上帝啊，你要悔改，你要认罪啊，不要再这样执迷不悟了。可是约伯他没有犯罪，他没有得罪上帝，所以第2轮的对话就是在我们今天的经文里面。第2轮的对话，这些朋友听到约伯这样子讲了一些好像在找理由，就是好像怎么奇怪，这个约伯怎么有理说不清啊？然后这些约伯就认为，这些约伯的朋友就认为约伯是个悖逆不受管教的人。既然讲好好的讲你不听，那我就用凶的，对，好好的讲不听，然后就会越来越大声，对不对？好，年轻人应该是这样，叫一次，那个东西收一收，没有动静，东西收一收啦，再一次，叫你收个东西，怎样就出来了，所以，这些朋友就是这样，一次好好的讲，他可能觉得约伯听不进去。再一次他们的火气就来了。他们怎么讲呢？他们说了一大堆非常不太好听的话，就是其实在我们今天的经文段落的前段，他们甚至于说，像约伯你这样子的人啊，就好像那个葡萄树啊，葡萄还没成熟就掉下来了，也像那个橄榄树还没开花，花就谢了，就代表怎么样？你果子还没成熟就掉下来，你花谢了也不会结果，就说你就是一个不会结果的人，没有什么好结果的人。好，如果我们来看你们都有读经眼光了牧师知道你们都很用心。那想象一下一个画面，如果今天有一幅画，一个图画纸放在你们面前，要把约伯3个朋友跟约伯画成一幅画的时候，你们会把约伯这3个朋友画成什么？约伯这3个朋友说话说得很有道理耶，他们是很有智慧的人很有道理，他们讲话讲得很有道理。在一般不知道的人听起来就觉得，这些人很聪明发光他们讲的话会让他们觉得发光，整个发光发热这么有道理的话，他们都讲得出来。好，我们在画布上呢，会把约伯这3个朋友画得亮亮的，非常的明亮，色彩明亮，主角重点都是这3个朋友。然后我们可能会把约伯画成怎么样？黑黑暗暗的，然后看不到，
整边这边是一半的画布，这边呢3个朋友是明亮的，然后另外约伯呢还有其他的背景呢都是暗淡无光，那种消沉的颜色。那在这幅画里面，只看到很多很刺眼、没有温暖的灯光。这幅画里面充满了光害，充满了光害。从这个画面，从这幅画的画面里，我们看不到上帝的真光，因为我们看不到上帝的慈爱、怜悯和安慰。我们看不到上帝的形象在这个画面里面，我们找不到。所以约伯他已经很黑暗了，很沉了，所以他更加的愁苦。在今天经文里面15节说：“我把麻布缝在我的皮肤上，把我的脚放在尘土里面。”约伯全身都是烂疮、脓包，然后干癣、流脓、流血，就好像他说我把我的麻衣缝在我的皮肤上，什么意思呢？我们通常做有丧家，比如说家里有人过世，有丧家都会穿麻衣嘛。可是你那个丧事过去了，怎么样？麻衣就脱掉了啊，不会一直穿着。可是把麻衣缝在皮肤上是怎样？脱得掉吗？脱不掉了。就是这个哀伤、这个痛苦是永远没办法脱掉的。在这么难熬、在这么永无止境，好像这个悲伤永远都没办法过去的一天。同时，约伯他脑袋瓜是一直没有办法关起来的，他过去的那些成就，他过去的那些美好回忆，怎么样？会一直不断的袭来啊！他不只是身体痛苦，他心灵也很痛苦。不只是他朋友对他说的这些话，他的回忆也成为利剑，一直刺他，一直重伤他。人在一个地步，就会觉得说啊，就会开始回想以前是多么的美好，以前我3个朋友我们感情很好啊，可是如今却这样。我的孩子那么的可爱，这么的有成就，很好啊，如今都死了。我的老婆其实也蛮贴心的，可是怎么她也叫我去死算了。就是过去的一些成就，他真的很想把它埋在土里面，都不要再看到，都不要再回忆关掉，可不可以关掉？所以他说请把我的脚要放，我希望我的脚可以放在尘土中，那个脚就代表他过去那些成就、能力跟力量。可是我们又看到，虽然在这么无止境的痛苦当中，在这么难熬的日子，他仍然没有放弃的一件事情是什么事？他向上帝祷告。他没有放弃，他向上帝祷告。不论他是向上帝生气也好，埋怨也好，发怨也好，他没有放弃他跟上帝的关系。他说：“我的手中没有暴力，我的祷告是清洁的。”就是他知道在上帝里面，他也知道上帝明白他是一个诚实无伪的人，是个敬畏神、远离恶事的人。他知道他不是像朋友讲的那个样子，而且他的祷告是清洁的，就是他用心灵诚实敬拜上帝，他是个不断向上帝呼求的人。所以19、20节他说：“看啊，下一章了。看啊，在天有我的见证，在上有我的保人。我的朋友讥笑我，我却向神泪眼汪汪。在地上一切的关系，一切他可以依靠的都失去了。上帝是他唯一的中保与见证。虽然到如今到现在，我们经文记载的这个时间点，上帝还没有给他任何的回应，但是他相信，当一切的关系都不可靠的时候，只有上帝的关系，上帝和他的关系是可靠的。只有上帝和他的关系是他可以仰赖的，这就是他的信仰。所以朋友在言语上的攻击是这么的无情跟决断，那么积极，毫不手软。约伯的处境是这么的凄惨，
他必须要有一个释放压力的出口，所以他仍然盼望上帝可以救他脱离这样子的毁谤与攻击。过去都已经消失了的痛苦，他也只能慢慢的疗伤。但是朋友啊，在我面前的这些过去这么感情这么好的朋友，你们可不可以不要再污蔑我？可不可以多同理我一点？他说：“地呀，不要遮盖我的血，不要让我的哀求有藏匿之处，让我的哀求能够被听见。”我们可以发现，虽然约伯他一心求死，在他的祷告中，在约伯记我们从第1章就读到现在，我们会发现约伯发生这个事情，他一直在求死。你让我上帝啊，你让我死了吧，死了算了。他虽然求死，但是他要求什么？他也求这些东西可以被挪开，他还是有盼望，他还是有盼望的。如果没有盼望，他根本就不要求了。没有盼望有什么好求的吗？没有盼望还有什么好努力的？没有啊，不用努力了啊。反正我再怎么考都不及格，反正我再怎么考都是0分，我干嘛要看书啊？是吧？没错吧？对哦。对啊，如果没有盼望，我干嘛要努力？可是约伯他努力啊，他还在努力啊。虽然他对上帝的作为，他仍然无法理解，仍然怀疑，但是他一直还是在绝望跟盼望当中在摆荡，他始终没有放弃，他始终没有放弃他跟上帝的关系。真光永在不灭，朋友的话就好像光害一样，似乎把真光都稀释遮蔽掉了。但是在约伯幽暗的心中，那个真光仍然稳稳安定的在照耀。他相信，约伯的信心看见了那看不见的，看不见的盼望才是盼望。真光就是真光，光就是光，即便再小再微弱的光，它还是光，它不会叫做黑暗，它就是光。我想我们在教会当中也有许多的光害。今天牧师要带大家来思考一下，教会的光害可能有些什么。我先丢一个东西，大家可以慢慢回去再思考。有一个光害叫做数字，生活当中的数字常常带给我们压力，常让我们因为这些数字让我们转离上帝，让我们看不见上帝。比如说，考完了嘛？等成绩单啊，成绩单啊，还要给爸妈签名，真是苦恼啊！以前牧师都是有的时候成绩太差，我会偷偷自己签名，这不是很好的见证，因为那个数字让我们看不到上帝，而那时候我也还不相信上帝。但是你们现在相信上帝哦，所以不能做这样的事。好，成绩，然后工作的绩效，年底了，年关了。开始绩效啊，这个绩效不好了，可能是裁员的目标，或者是被逼着你要走路的那个目标，那个标的，绩效怎么样？业绩怎么样？这个数字很伤人呐，数字伤人还不止这些，身高你多高也蛮伤人的，体重你多重有时候也蛮伤人的。这个宜家在工作的场合应该也看到很多这种很伤人的数字。好，身高体重也就算了，我们那个年代就身高体重，现在呢还有体脂肪，又多一个数字，真伤人啊！薪水多少？几 K， 现在都讲几 K。然后呢，反正这种数字越来越多啦。还有呢，手机的电剩几%，好像也蛮伤人的。哇，这个出门什么没带都没有关系，行充鱼要带啊，手机没电就恐慌了，好像世界末日一样。这个20%红线跑出来，不行，赶快找地方充电。太多社会上太多的数字，让我们好像都被这些数字绑住。没有错，数字它是一个很好的指标它是一个很好的指标，但是它不应该是生命的全部，更不应该是评断一个人的标准。我之前有讲过，同样的事情发生在不同人的身上，就可能产生极为不同的结果。
所以许多的经验是不能拷贝，没在 copy 的哈，不能 copy 来使用，因为每一个人特质都不一样。就像一对双胞胎，你表面上看起来，哇，这双胞胎长得真像，可是他的个性、他的气质、他的恩赐、才情会一样吗？我认识的双胞胎都不一样，我认识的啦。好，那其他的双胞胎有没有一模也很一样的？或许有，但是呢，大部分至少我认识的是不一样的。这就是生命的奇妙跟不可测，这就是上帝创造的奥妙。但是如果我们的眼光里只有那些数字，只有那些表面上的东西，这些数字就成为我们的光害。这些数字会限制了我们的眼光，蒙蔽了我们的眼界，会让我们一不小心就会替一个人打分数、贴标签，忽视一个人他在上帝里面可以有的任何奇妙的翻转跟作为。我们很容易看表面的东西，就觉得说啊，我没有用了。哎，这样可以，这样可以。我以前都是这样的，你就是照我这样做就对了。你不用想其他的，我以前的经验告诉我，你就是这样做就对了。可是不一定，不一定。教会的发展也是如此，教会是由人组成的团体哦。所以当我们信主的当我们这些基督徒聚在一起的时候，就是教会嘛。哎，那教会的人数如果都一直没有突破，都没有起色，可能有些教会就会开始去找一些方法，特别去拜访某些教会，可能在某些数字上很好看的，比如说有些教会的某某团契做得很好，人很多哎，某个教会的礼拜人数哇倍增啊，他们不晓得怎么做的，赶快去拜访他们一下，就开始去寻找一些方法。去找方法，这是很好的，有心研究是很好。但是如果用那个数字，他们的数字做指标，那就是很危险。一个事工、一个聚会、一个活动的推动，其实要许多条件来配合。首先，我们要有愿意牺牲时间的同工，要有愿意不断装备自己的同工，要有愿意委身。不是蜻蜓点水，要有委身的同工，然后要在上帝的时间来成就。如果我们只是一直在羡慕别人的数字，哇，羡慕别人的聚会啊，什么什么的，多好多好，却没有专心寻求上帝，好好的耐性的问上帝说：上帝啊，我们的教会需要什么？我们的教会有什么特色？我们有多少同工可以参与？那参与的这些同工，他们的恩赐是什么？有很多的问题是需要我们一起去思考的，而不是看到别人东施效颦，不是看到别人有什么就一窝蜂的去学，不是这样子。我们要思考的是，上帝给予我们这一间教会这么特殊的信仰群体，每一间教会都是特殊的信仰群体。我们有我们的使命，我们有上帝给我们的使命，但是我们有没有看见？我们有没有去寻求？别人的数字，如果我们没有这样做的话，别人的数字可能会成为我们的偶像。我们所盼望的可能就是那个数字而已，而不是上帝。如果我们在乎的、所追求的只是数字，而不是信仰的实践，那么数字本身就会成为我们用来夸口的一个工具，就会成为我们的偶像，会成为我们的骄傲。那我们这样子的一个信仰群体，就会成为一个很刺眼的一个光害，我们会成为信仰的光害。如果我们只看数字，只看表面，数字所产生的光害不只是这样哦。有很多教会，它因为数字的限制，它把一些做的好像没有什么果效的事工就收起来了，这是很可惜的。有一间教会，它就推动，他想吸收更多的儿童青年。于是他有儿童周末营，他有推儿童周末营，就是在每个礼拜六都有安排一些活动，让吸引小朋友来教会这样。好，可是推了好多年之后，他们就收起来了。那我们就私底下就问那个牧师啊，
就说：“哎，那你们之前有周末营办那么久的时间，为什么现在没有了呢？”他说：“啊，没有用啊，就没什么人来啊，没有什么人受洗啊。本来想说，哦，儿童来可以他的爸爸妈妈跟着一起来，可是爸爸妈妈也没有来啊，然后长大了就离开教会啦。”数字会说话没有错，但是我们教会的存在是为了数字吗？一个聚会或者事工在推动，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要让每一个信徒有机会发挥他们的恩赐，来回应上帝放在他们身上的呼召。特别是这些青少年，可能你们还不太了解，你们还在追求，你们还不太了解自己的恩赐是什么。你们来就会有大哥哥大姐姐带着你们，就好像在圣诞节期，你们让我们很惊艳的就是你们那两男团女团的舞啊，然后有些人很惊艳，就是在那个戏剧里面，很多人都是第一次，可能你们都不觉得哇，原来我也可以这样子。可是那个时候，当你们觉得自己一开始你们觉得不行的时候，可是上帝的呼召是什么呢？就是有这样子一个活动要开始了，你们愿不愿意来参与？这就是一个呼召。上帝的呼召其实不是那么的，好像那么的神秘这样子，好像一天哇，在祷告里面祷告，哇，一个声音咚，一个声音听起来，一个意念，没有错啦，那个也是一个呼召。但是呢，许多时候一般而言，上帝的呼召是来呀，我们来做什么？愿不愿意参与？来呀，我们来办一个活动；来呀，我们来一个聚会，愿不愿意参与？这就是一个呼召，就是让每一个信仰群体可以回应，每一个人可以回应上帝的呼召，并且发现自己的恩赐，然后用自己的恩赐再继续的服侍教会，服侍上帝，让信仰可以被建造，让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也可以改旧换新。因为在服侍的过程当中，之前牧师有讲到过，在一起同工的过程当中，一定会有一些怎么讲？可能有一些冲突啊，一些想法啊，每个人都不一样，想法一定不一样的嘛。如果想法都一样，我觉得可能有些人也蛮虚伪的。想法就不一样啊，那不一样有冲突怎么办？沟通嘛，就沟通嘛。那在沟通的过程当中，在整个过程当中，我们的生命就会不断的被调整，不断的改变，我们就可以用不断更新的生命来感动别人，让别人从我们的身上可以看到上帝的作为，看到上帝的真光。当我们谦卑下来，愿意改变的时候，那个真光就可以照映，让我们可以反射出去，而不是自顾自的在发光，哇，好像自己多厉害这样子。教会其实本来应该是一个很黑暗的地方，教会其实很黑暗的，教会其实很黑暗，黄信不要吓到。为什么教会很黑暗？牧师讲清楚一点哈。教会其实是一个很黑暗的地方，因为这里是罪人聚集的地方，是一群罪人，有罪的人啊。你们有去过监狱吗？有去过监狱的举手。我有去过，我去过监狱。那时候去监狱布道的时候，那个监狱里面。你要进去要层层的关卡，很多的铁门，然后一层一层的那个铁门，然后你看那个什么证件啊，还要搜身啊什么的，比那个机场出入境那个还要严格。进去以后，那个氛围真的是非常的沉，非常的沉，黑暗，没有盼望，罪人。他们是在法律上被定罪的人，但是呢，我们是自己认为我们的心灵上是得罪上帝的罪人。我们都需要上帝的光。如果我们不需要，我们觉得不需要，如果我们没有办法谦卑下来，如果我们不认为自己有问题，如果我们不认为自己需要被调整，那么，请不要随便带人进来教会，因为在教会外面那些真正需要看见真光的人进来，我们教会会看不到真光。
他们只会看到我们的骄傲，看到我们的自负，看到一颗一颗刺眼的灯光。我们要先想想我们教会的光害，我们要怎么样把教会的这些灯光给弄小一点。我们要常自问自己是渴慕真光的人，还是像约伯的朋友自顾自在发光的人？我们要如何警醒，除去自以为意的舌头跟想法？如何让自己在许多光害当中，我们仍然能看见上帝的真光在照耀？我们如何来让真光照耀，让人们在黑暗中仍然能看见真光？求主帮助我们从自己做起，减少那个光害。我们要从自己做起，让真光可以被看见，让我们一个人持续的跑下去，让我们可以在每天的灵修当中谦卑自己，让自己可以像那个星辰反射上帝的真光，让那个消失的星河可以让人被看到，让人被看到，让人看到那些反射出来的真光是充满喜悦、充满盼望与满足的。盼望大家可以看见自己在教会当中的责任，收起那些缺乏同理心、自以为意、指责的话语，让我们多一些宽容，多一些体谅，多一些聆听，多一些陪伴，还有忍耐。或许这一切没有办法一触可及，或许在过程当中仍然会遭到许多的怀疑跟论断，或许我们总是前进3步以后又后退2步，我们不断在前进后退、前进后退当中在挣扎。没有关系，牧师告诉你们没有关系，因为今天在天上有我们的见证，在天上有我们的保人。只要我们不断的与主维持关系，只要我们的方向是正确的，只要我们确信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中保，即使在极大的黑暗当中，他必会使我们的灵魂苏醒，引导我们走义的路。我们一起起立来唱这首诗歌《世界之光》。耶稣是我们的盼望，不只是我们的盼望，也是这世界的盼望。一起来唱耶稣，耶稣，世界的盼望，唯一的真光，照亮一切黑暗。耶稣，靠着你的生命，配得至圣尊荣到永远。
洗净我们，比血更白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感谢你赐下真光照耀。求主你挪去我们心中那一些标签，挪去我们生命当中那一些过去一些不好的经验、不好的记号。主也求你挪去我们指责人的舌头，指责论断别人的话语跟心怀意念。求主你把这些光害、这些黑暗都挪去。主啊，主啊，愿主基督的耶稣的恩惠、天父上帝的慈爱、圣灵的扶持与感动与你